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部久无落雨，欠水愈欠愈食力。高雄伫这个月底，水情灯号会对黄顶转做柑仔色，开始减少水量供水。清明要到啊，爱拜拜，猪肉的需求量增加，市场的猪肉商估计后礼拜开始，猪肉价售每台斤70块。愈来愈多国家禁止用中国的抖音 TikTok， 正正是加拿大、欧盟、美国，即马英国嘛对咧宣布禁止使用。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南部即马久无落雨，在温水库的蓄水量剩11%，水利署打算对屏东送水去高雄，也毋过这是引起屏东的不满。嘛，因为欠水是愈欠愈食力，高雄的这个月底，水情的灯号就会对黄顶转做柑仔色的，开始减少水量供水。15号到现场发现地下水落井的工作已经开始，引发到屏东县政府甲公所不满。明确的施工的时间，我们并没有掌握到，所以昨天我也去电我们的赖建新署长，要求停工。官府表示，进程虽然协调，但无明确来讲日期。南水局家己来投资11口屏东市的地下水井，非常无尊重，会要求停工。抗旱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们会好好的跟地方做好相关的沟通。水利署回应15号所落的井，大约会当提供一天4.6万到4.8万吨的水量。紧急状况，希望民众体谅，嘛会甲地方好好来讲，无希望来拖延着原定的计划。而高雄市政府嘛发现，这几个月恐惊无法度落大雨，预计月底高雄水情的灯号会为黄顶变作是橙灯，游泳池、洗车业者等用水的大雨，拢会减量供水。南部地区在3月跟4月的降雨量几率还是偏少哈。那高屏溪的川流量目前是5.7 CNS， 还是持续的下降当中。现在是还好，哦，那我们目前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大家节约用水。再来，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一些水量的应用或是游泳池的经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配合政府的政策。业者讲，一切照中央的政策，若是水情搁较歹，爱缩短着应该时间嘛配合。除了提醒顾客爱欠水，馆内嘛设置着相关的设备，一天大约会当欠15%的用水量。记者王刘婷明交款屏东高雄报道。中南部拢好天，水崩无水，也毋过菜色颠倒是发甲真好，因为量真稳定，嘛大出菜价即马是大落，盘商嘛无爱收遐尔济啊，因为即马叫工来晚已经袂好，婚林的日轮就有农民规起开放菜园啊，互民众免钱来买菜。民众家炸铁链仔咸菜篮，每路餐采收一粒大入麦，近期因为中南部气候稳定，有利各项蔬菜生长，市场的菜量供应充足。有几年利润的农民规起开放，有需要民众免费家己买。到地主从好心都给大家采这样子不用把它就是作废掉这样。你用掉太可惜了，可以吃的东西把它用掉太浪费东西。黄色农民表示，已种植3分地大入麦，40天才当收成，成本已经开将近4万块，但盘商的收购价10公斤大约8到10块，若搁扣掉纸箱啊、韩国工的采收，根本就无利润。因为它就是一个需求跟供给的那个当你产量太多过剩的时候，价格就会很差。帮它载到我们鹿谷那边跟大家分享，对啊，要不然太可惜了。现在各项物件不断起价，但种植的蔬菜却因为量济价格无好，农民就表示，第一波已经全部拢去收，这个规期开放需要民众免费家己来办，至少青的蔬菜袂浪费掉。这种有哩报道。进口的猪饲料价销价悬，小型的饲猪场袂好，减少产量，有的已经规期讲无爱饲啊。即马清明要到啊，爱拜拜，猪肉的需求量会增加。市场的猪肉商就估计讲，后礼拜开始，猪肉的价售每台斤会70块。消防人员一直向猪寮灌水，嘉义埔子市苦瓜寮一个猪寮16盎司8点外发生火灾，大量的乌烟一直对猪寮冲出来，消防到场了，赶紧布水线拍火。细只的，细只300块。猪寮饲2000几只猪，超过1成因为大火红烧死，猪农损失袂少，而且近期饲料成本真悬，猪肉嘛准备要起价。即摆有我拢卖170啊，180岁啦，质量也贵啊，人家养猪的说质量蛮贵的。
照人客需求切好猪肉，摊商表示，进口饲料成本过悬，互真侪小型的饲猪户放弃饲猪。但清明节特别到啊，猪肉的需求量会增加，估计后礼拜开始，每台斤猪肉会以大约10块调整起价。嘛就爱吃，也不是每天都吃啊。哦。对啊，有时候吃鱼，有时候吃别的啊。先是欠两鸡肉、猪肉等个陆续起价，消费者无奈接受，摊商烦恼伤贵影响生理，但希望政府会使有应应措施，互猪价赶紧恢复正常。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嘉义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咱的友邦洪都拉斯拍算要甲中国建交。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中国为着要打压咱台湾出后步，爱洪都拉斯唔通去互中国骗去。因为台湾即马咱甲洪都拉斯关系会出现变化，伫即个敏感的时机，美国总统拜登是有派特使去洪都拉斯访问。若咱国民党有立委嘛建议副总统赖清德，搁去洪都拉斯访问一摆，来稳定邦交。五条线卡波拢无停来，直接行入去8期。台湾甲洪都拉斯82年的邦交出现警讯。韩国的外长直接讲，台湾过再增加金钱的援助是主要原因。不过，咱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中国为着要打压台湾的外交，才会帮助特定国家相关经费，希望韩国唔当互伊骗去。他对特定国家所做的这一些基金的挹注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我们很希望这个洪都拉斯能够认清中国的这一个本质，所以希望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邦交不要受骗。地方邦交出现警讯，美国总统拜登派特使陶德3月17到20日到洪都拉斯加巴拿马访问。伫台面上，国务院是讲要推动美国伫咧西半球的经济成长、民主发展等程度，也搁互人解读台面下是要帮助台湾稳定邦交。美国拜登政府也派出了陶德出来进行游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巩固这个外交邦谊的一个效果。这一种拍卖式的外交关系其实已经在世界一个整个外交途径的一个主流。赖清德才为台湾邦交挂保证，现在却传出断交的危机。他现在又要登记选总统，请问赖清德是否应该要负点责任，先飞一趟洪都拉斯，稳固邦交之后，再回来选总统呢？洪都拉斯提出要甲中国建交的消息，美国方面几位官员也提出警告，讲中国的承诺定定跳票。即马大家拢伫咧关心美国特使访问韩国，是毋是法度解除台洪邦交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若咱总统蔡英文伫3月底时要出国访问，会过境美国。美国的白宫即马是表示，台湾的各界官员过境美国是一次应过的做法，美国的政策和立场拢无改变。总统预计3月底出访吗？会不会担心台洪断交？台洪邦交出现警讯，总统无特别说明，嘛照常公开活动。疫情了后，翠暗令放令，总统视察翠暗工厂，感谢疫情期间翠暗国家队的贡献，也规划透过疫后特别预算，协助产业加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我们这一次的特别预算里面，就有一笔预算，专门要来协助我们中小企业。好，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特别的预算来协助业者迈向生产的智慧化跟产品的差异化。外国媒体是报道，总统蔡英文要伫3月底出国访问，美国过境美国。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台湾各界官员过境美国，这是符合美国一贯的做法。美国对台湾关系非官方性质，甲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历任台湾总统拢捌过境美国，总统为2016年就任以来6届过境美国也拢真顺利。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of the passenger, and are in keeping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remains unchanged. 若是蔡总统是毋是会甲麦卡锡会晤？尚皮也表示，伫过去过境期间，台湾高层官员大部分会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国会是独立而且平等的政府机构。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明年要选总统，国民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立中央选战策略汇报，内底名单即马是引起新北市长侯友宜透过面册爱国民党爱还乌金，其中立委鲍坤琪今仔日就翻头对侯友宜发话，爱伊来接选测会，无就是出来选总统，也毋过侯友宜并无正面的回应。对于在百忙当中的侯市长，能够来关心国民党
要怎么样蜕变，怎么样成长。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向新北市长侯友宜发话，请伊接选测会，并且站出来宣布选总统。国民党立委布坤基列入国民党中央选战策略汇报，引起讨论。侯友宜真罕见透过面册发出反乌金，布坤基17出招，叫侯友宜做伙承担，宣布参选总统，带有要出来选的立委候选人拍赢选战。最强母鸡侯友宜，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让你一起带领台湾73个单一选区的国民党立委，能够打赢2024的总统选战。面对所有的事情，我该说的话我都会说，该做的事我都会做。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面对着话侯友宜犹原是轻轻大过，无做正面的回应，敢若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角色，也强调家己以前是做警察的。面对乌金一定要拒绝。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讲，真正负责提名立委的是中央提名委员会，按算后礼拜3、2中常会通过，一定会提名清白的候选人。礼拜3来通过我们的提名委员会，而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制度。选测会是一个幕僚单位，提名委员会是我们的真正的决策单位，然后我们再送给中常会做最后的通过。我们总统要赢。我们的立委要过半，国民党要执政，替百姓谋最大的福利。国民党26邀请前立委苏清泉等人，成做选测会的成员。苏清泉也答应会为党承担。朱立伦表示，真感谢苏清泉等人徛出来斗相共，因为中南部较困难的选区，需要搁较侪人来相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伫台北市一搭工地用架落落来，造成公安意外。有一个工人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对相片顶头会当看到工地用架拢已经变形、密密麻麻。这是发生伫下晡点半左右，台北市忠孝东路2段64巷内底的一搭工地用架熊熊放落来，造成一个30多岁伫顶头做事的工人嘛对咧落落来，对10外层楼悬落到6楼，卡伫半空中，到病院进前无喘气、无心跳。继续关心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昨昏时表示，晶片产业未来会停止成长，无就是放慢成长，而且会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局面。咱的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今仔日表示，台湾要维持优势，就要谨慎。另外，为着要协助咱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国会即嘛有推动成立联盟，要确保咱台湾伫半导体产业的赢面。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6号表示，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半导体产业全球化已经死亡，自由贸易无死嘛半条命。面临全球半导体生态改变，外界关注台湾会安怎应用。台湾现在半导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怎么样持续的维持下去？那我们会很谨慎来因应未来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未来的新型应用全球的趋势，为着让台湾半导体产业继续伫全球保持领先的地位。另外，国会嘛成立半导体战略国会联盟，希望协助台湾的晶圆代工继续维持领先。晶圆代工以外的部分，我们如何强化我们的优势？这个部分的讨论度却相对的比较少。设备上还有原料上，我们都非常依赖的其他的国家。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自主化呢？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地化呢？这是我们接下来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我认为是台湾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未来全球半导体会进入新的局面。立委郭国文表示讲，比起思考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更开思考和无同款的对象结盟，会当有啥物款的利益？台湾半导体产业才会当行了更较久长。记者综合报道。欧美的金融银行连续出包倒弹，咱的金管会有公布，咱台湾金融面对风险的金额大约是2293亿，也伫有在调控制范围内。另外，矽谷银行倒去了后，以财富管理服务为主的第一共和银行，嘛逼出侪人来领钱出现危机。即马有11间大银行同齐投资美金300亿，要来帮助这间银行渡过难关。这是有鼓励美国股市伫盘中由乌变红。若咱台北股市开盘有起，收盘嘛起231点。
美国矽谷银行无预警关门，瑞士信贷银行估计国放大短短一礼拜，后比连续传出金融危机。金管会公布上新的统计，台湾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三业对瑞信保险差不多1572.97亿。银行客户投资甲个人持有的境外境内基金投资保险差不多720.3亿，总金额差不多2293.27亿，比海外整体保险12条比起来，依然在控制范围。按过市场有些烦恼，连万的风暴一个点来。我们对它直接的布选没有，但是当我们会买一些债券了，有了还是有。这一次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情况是没有那么严重，对，这个都是因为升息太快造成的一个债券投资的评价损失嘛。在矽谷银行甲标的银行连续倒店了后，美国银行业透过2个信贷支援工具，总共为联准会借出1648亿美金，其中大现堂口借款阁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创着史新高。外界烦恼第一共和银行恐惊正做下一个倒落去的区域银行，后则已经美国大型银行宣布联合投资300亿美金。这消息也鼓励美国盘中由乌变红。大指数最后大起作收，也互台股早盘大起116点开出。在台积电大起添息的带动之下，电子金融、传产股展开反弹。盘中上悬有15415点，收复5日线。所谓的大型电子股的带动底下，其实走势还算蛮强的。像在台积电已经顺利完成填息了，半导体族群像联电一些高价股的部分，其实表现也都非常的强。分析师表示，因为金融股也受真侪利空的消息。而且帅气4月份是美国超级财报周甲国内动用期，电子公司发售会甲市场营收数据拢要定场。在金融电子传产这类股也无完全走强进程，台股恐惊伫15000点附近区间震动。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二大岛一个姓陈的兵仔失踪，目前人伫中国。外界是关心金门的检方哪会拢无发布通缉。法务部长蔡清祥今仔日是表示，政府会用检方会用上紧的速度来处理。伫网络顶头，即马阁有风声讲，即个兵仔走去中国，伫厦门即马有摕到一间厝。那国防部长邱国正讲，这一听就知影是认知作战。金门二大岛姓陈的上兵失联案件引起国人的注意，加上案算上紧20要去中国来看，因为姓陈的上兵符合发布通缉令的条件，显明对已经将资料送交予金门地检署。不过检调也无进一步的动作，也无发布通缉，是不是惊讲刺激到姓陈的上兵？法务部长蔡清祥17号认，检察官他在办案，在处理任何的刑事案件都有程序要走，都要求证。有人是说怕刺激到这个，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顾虑，都是照一般的程序在走。大概今天就会最晚今天就会发布，因为很快，由司法单位来做后续的处理。那现在是不是掌握到大陆是不是利用这个阿兵哥在做这个认知？这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回答。对中国微博网红讲，姓陈的上兵伫咧厦门有摕到一间厝。国防部长邱国正讲，一听就感觉是认知作战。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是批评，这个姓陈的上兵有债务的问题，中共是利用这种有形象争议的意来做宣传，想要做统战，真幼稚。这只是反映出一个认知作战的一环啊，认知作战的用意在哪里？扰乱我们大家一个心绪嘛。我讲到什么，他在那边配房子啊，这各位自己去思考看看啊，可不可能？是有犯罪嫌疑的人，然后来把他进行这个做一个大外宣、大内宣，不觉得这很小儿科吗？外界将姓陈的上兵失联案件看作是国安危机，再加上最近直连发生国军军机案件，邱国正伫咧最近一直向外界回失礼，互人叫做是道歉部长。对此，邱国正真不满。变一个什么道歉部长啊？我觉得讲这种话有点缺德。日前99日发生枪击拍武器的案件，邱国正对此真生气，讲一定要彻底调查。海军就伫咧营区内发现拍武器的2个 T-90级步枪的枪击，对此邱国正下令海军检讨追究责任，案件一定要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德联邦民进会进前伫高级酒店请宴举办春酒，引起警方加强扫污。10天落来，已经查到上100个帮派的成员，民进会有占18个。警方伫恶道清在出入的所在咧临检，引起酒店饭店业者是不满。
那经济司长今仔日是表示，这业者拢有社会责任，爱配合政府打击犯罪。规定人甲被害人有嘢拍，被害人互拍甲规个头家花尿命，因为欠人10万块无害，就互人博得讨笑。这什么东西？拿刀子干嘛？警方大声话，甲主嫌犯压伫咧涂骹，伊是24岁名人会4年的分会长。警方10号伫咧台北市艋舺乌邦的长口，将共犯一个一个抓起来。警方清查了发现，有3个人不参加名人会办的春酒。以组织犯罪条例，还有恐吓取财、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检，曾高调到台北万豪酒店参加春酒的林姓主嫌等3人遭羁押禁见。大批警力冲入去旅馆，甲互人关伫内面的民众救出。除了博得讨笑，警方也查到太阳联盟34岁姓范的副会长，涉嫌伫网络顶找人，收购人头的口座来洗钱，一年外来经手的金额超过4000万。因为名人会进前伫咧高级酒店高调办春酒，引起警方全力大扫窝。10天内掠到上百位帮派分子，名人会有18个人，天道明10个人，总共涉及156件案件。约制告诫这些帮派举办这个串联的一个活动，总共取消了9场。另外，我这里要特别再呼吁，企业要有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配合政府。来维护社会治安。专案扫窝行动，警方伫咧个旅馆加强联检，验过警方一个一个抓，一波一波扫，恶多的帮派分子依然是抓袂完，甚至还佫引起业者的不满，讲因生意受到影响。但是警政署长黄明昭是批评讲，饭店的业者应该尽企业的社会责任，配合政府责任维护治安。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溪州昨下晡发生轻航机摔落来意外，造成教练甲一个日本学员当场死亡。事故原因即马也搁咧调查，目前已经先排除是天气的因素，因为昨昏天气袂歹。若敢是因为地形也是风向，这部分要搁确认。中华轻航机发生事故第2天，罹难的日籍游客甲凌晨教练的家属来到殡仪馆来处理后续。中华警方嘛商验来确认2个人的死因。就是飞行事故原因的部分，要等运航会民航局那边做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才可以加以理清。回到事发的现场，为伫中华溪州的这处飞行场大门拢锁起来。不过附近民众讲起看到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白初剩3人啊，嘿，飞这初到2岁，这个飞倒落来，看脚算老酸都徛起，都转弯就插了。事故发生伫16号下晡，这架轻航机为这处飞行场来起飞。下晡3点左右，伊准备降落的时阵发生意外，摔落伫落水溪边啊，河堤边的草地，当时力度非常强大，嘛引起真大火势。消防人员紧来灭火，不过一个来台体验飞行的日籍游客，甲凌晨教练当场死亡。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就会针对5大面向来开始调查。天候、起雾、飞航操作、航机性能以及人为因素这几个面向，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其他的面向是需要做调查。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个迹象。但是有关于那个地形风的部分，我们需要去进行空拍建构这个模型。警方表示，这座飞行场是合法经营，凌晨教练飞行时速嘛超过1000多点钟，经验相当丰富。运安会嘛表示，虽然目前排除天候因素来影响，不过是毋是有其他的原因，还佫透对现场的空拍相关的资料处理来确认。现在嘛已经取得部分的资料，等待进一步来分析厘清。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国际上，即马有愈来愈侪国家禁止使用中国的 TikTok 抖音。之前有加拿大、欧盟甲美国，即马英国嘛已经对咧宣布，政府机关的设备袂使用抖音。中国是回应讲，这些国家拢是咧损害家己的利益。英国政府10日用安全做理由，禁止伫政府设备顶悬安装抖音，马上生效。根据英国网络安全专家的评估显示，抖音可能对敏感的政府资讯造成风险，因为业务需求较有真少数情形之下，公务手机应用抖音，不过要先经过安全团队的审核。英国表示，这决策甲美国、加拿大、欧盟这盟友是同款的。Our security must always come first. And today we are strengthening that security in a prudent
and proportionate way. 这禁令适用伫政府官员甲公务员所使用电话甲其他设备，佮表示这是预防措施，毋过未扩大到官员等甲一般民众的个人设备。Today's announcement, Mr. Deputy Speaker, feels like a closing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olted. 中国对英国决定表示真失望，因为这是误解，互地缘政治影响。英国决定是伫美国拜登政府表示可能伫全美封杀抖音了后，美方表示除非抖音的中国母公司直接跳动卖抖音全部的股份，这是美国第一摆明确提出全面禁用抖音的可能。不过抖音伫美国有超过1亿用户，今年之月，白宫已经要求所联邦机关伫30天内确保政府的设备甲系统被安装抖音。还有超过30个州也共款禁止政府员工伫官方的设备用这个应用程式。抖音执行长周秀珠昨日表示，卖抖音无法度解决美国的国安问题。公视新闻黄云玲报道。若美国的无人机伫乌海摔落来，美国讲是俄罗斯拍落来的，也毋过俄罗斯讲毋是。美国即马是对外公布影片，若两国的国防部长嘛有针对这个代志通电话。五角大楼公布美国无人侦察机 MQ9 波罗海进前的画面。MQ9 伫咧飞行中，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自后壁飞来，并且倒燃料，应该是要干扰无人机的光学仪器。美军表示，苏27第2名瓦军时阵，同一台或者是另外一台正伫咧军装 MQ9 的战机，弄到无人机的风叶啊，才会搬海。也毋过对画面看，还佫规台好好。这段42秒的内容，并无看到倒燃料，也无俄罗斯战机攻击无人机的情形。美国讲是烧浪造成画面停来。双方国防部长19正罕见的对话，是去年10月以来第一遍。美国讲沟通会当防止以后误判，俄罗斯是讲韩背股是为特别军事行动所设立，是美国家己无遵守。United States will fly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Если вставать на эту логику, 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округ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меет тот же самый статус, что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д Черным морем. 俄罗斯讲会试看敢有法度甲无人机好起来，不过美国是讲，就算俄罗斯甲好起来，也找无有任何军事价值的物件。We know that the intercept was intentional. We know where it landed in the Black Sea. It's probably about maybe 4,000 or 5,000 feet of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ny recovery operation is very difficult at that depth. By anyone. 就伫这个时阵，波兰宣布要提供乌克兰米格战斗机，是第一个满足乌克兰想要伫战斗机的北约成员国。总统杜达讲，数量大概伫11到19台之间。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若法国的国民议会自本是要投票决定退休改革方案，不过因为执政党即马烦恼讲可能无法度通过，就要宣布动用宪法要强制通过这个法案。这是引起朝野拢不满，民众嘛随徛出来抗议，有7000人就发现去巴黎参加示威。若法国工会嘛宣布后礼拜因要发动全国的大罢工。法国国会议员昨日大声唱法国国歌，也有议员伫咧座位提票语反对退休改革法案，加退休年纪为62岁延长到64岁。伫议场宣布休会2分钟化解对立了后，法国总理动用宪法第49.3条，让法案通过。Sur le mutisme de ceux à l'extrême droite de cet hémicycle qui sont restés tapis dans l'ombre tout au long des débats, qui ont préféré se taire, profitant en silence des outrances des uns et des revirements des autres. 动用宪法第49.3条，代表辩论终止，而且无需要投票，法案当作通过。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上街路抗议，也搁伫重要的路口设路障。民众是批评这种方式通过无正当性，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撤回这个法案。示威活动为下晡持续到半暝，气氛火气愈来愈大，有民众烧粪扫写信，警方嘛发射催泪弹赶人。法国总工会表示，会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要伫拜四举行全国大罢工。En toute indépendance, dans des actions calmes et déterminées, elle décide de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et appelle à des rassemblements syndicaux de proximité ce week-end
et à une nouvelle grande journée de grève et de manifestation le jeudi 23 mars prochain. 因为宪法第49.3条伫法案强制通过了后，互反对阵营伫24点钟提出无信任动议。若是动议通过，内阁就必须总辞，法案撤销。不过执政党伫国民议会有相对的多数，若要通过，就必须联合极左加极右，佮加中央偏右的共和党议员，所以不加有困难。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镜头转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北医学大学即马是爆出骗术的案件。金本基金会甲立委范云开记者会，讲学校内底有一个姓肖的老师对同事甲学生用言语性骚扰，甚至佮骹来手来，结共有8人去申请调查，背后有7案是成立的。不过，这个老师事后敢若停职半冬，而且伫停职期间，佫会当去参加学校的活动，互受害者无法度接受。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有休课，威胁要把我当掉的部分，是真的有可能会成真的。讲到有老师对家己言语骚扰，学生囡仔有几了解无法度完整甲话讲煞。台北医学大学传出教师性骚扰事件，一个姓肖的教师伫咧担任某中心主任期间，不亲像对职员甲学生囡仔言语性骚扰，也是趁机会吸人的身躯。我很害怕，如果我提上去之后，这件事情取消掉我的邀请，考量很久，还是就不要提出来。伫资料看到姓肖的老师，捌伫群组标记教职员，佮传影片、留信息，讲伫要精进人防这个内容。对一职员是传讲要诊一个带字，若是伫学生囡仔拒绝老师陪伴了后，用半滚酸笑的语气表示讲要甲学生囡仔断掉。结果有受害学生甲职员申请调查，竟然有人收到老师这通电话。我要你自己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如果今天送件的人里面是有你的名字，请你自己去撤案。如果今天里面有你的名字的话，你基本上不可能在北医生存，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老板敢用。调查都说情节非属轻微了，停聘半年，回来教书了。觉得他是被惩处吗？这情何以堪嘛？饭后行为这么的嚣张的时候，应该要被列入重新判断他的犯行的严重程度。行为跟包庇，教育部不能够不处理。8人申请调查，7个人有成立性骚扰。人本认为，学校伫调查事实了后，无严格执行处分，要求教育部爱调查。但是学校驳回讲，有立刻进行校案通报，搁召开性平会，无要求贴文章，也是违法的停事。这个案伫去年12月完成调查，1月决议停聘半年，报教育部执行。即晚嘛有接到申复，要依照性平相关法规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有9成风请医生是无法律来保障因的劳动权益，所以卫福部有打算要修改医疗法，用劳动专章来保障这医生的权益。严格民间团体即马是积极讲，各单拢无明确的进度，批评政府空嘴保持。穿风密密的防护衣替病人体检，疫情期间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无用甲变过。台湾伫2022年持续得到全球资料库网站医疗照护指数第1名。民代认为这是医护血汗付出换来。按过目前国内9成医师无受劳基法保障，有医师公布雄雄无互人续聘的状况，行动互人死头路。我特别侧重在看免疫的皮肤病，所以我的病人都需要长期照护。好，那这样子病人就突然间他的主治医师不见了，他找不到了，结果他有半年多就没有接受治疗。医师不受法规保障的这样一个劳动权益上面的受损之后，我们的政府呢，至今仍是毫无动静。民间团体呼吁蔡总统捌宣誓，要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保障。卫福部计划以医疗法的劳动专章保障医师劳权，不过到即马也无明确的进度，呼吁爱赶紧修法，而且纳入阻止电击客药乱用、禁止高压白药，也加禁业禁止规范，爱比照劳基法保障医师的同时，嘛是保障病患。部里面也收到了有一些团体的意见，那我们
针对于这个有不同意见的团体，其实我们也陆续在做一些沟通，希望能够寻求最大的共识。卫福部回应，修法为108年开始了后，其实就一直甲各界的沟通，而且对方对契约安怎定，以及职灾补偿甲退休了后给付方式，拢有真侪无同意见，所以也持续回征意见。修法要实施进前，原来会会同劳动部对医疗院所进行劳检甲辅导，保障医师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义有一个负责人，互厝边投讲，因兜的环境无卫生，佫出现鸟鼠，厝边是感觉真困扰。专翕影片家己长投，环保局甲卫生局即马是要求这个负责人爱限期改善，若无要开罚单。面体由内底面一口气出现几若只鸟鼠，惊人的模样，邻居是赶紧翕起来。邻居讲，台南嘉义这号面体是一户户人向厝的人来做的，因为因尽管是流浪的动物，常常咧饲养流浪鸟仔，煞嘛因的鸟鼠大个所在不是有臭味，还佫有大批的鸟鼠后袂走。啊，伊明知影有鸟鼠啊，伊嘛是继续咧饲。我甲讲，你鸟鼠啊莫饲。伊讲，迄杀生的唔好。你若暗时啊听到鸟鼠啊，砰一下跳落来，大家都醒起来。那个老鼠都会爬那个电线，然后有的太大只，有没有？爬不上去，爬不上去，它会一直掉下来。而且那个电线啊，你看都被它那个磨到吼，它那个皮都已经掉了。我们很紧张哎，我们就怕说会改天哪一天会发生火灾，很恐怖。附近邻居大约20外户，这个困扰是超过半冬。透过里长反映，互相关单位煞拢无法度改善。眼看户人看到无路用，相关的部门终于决定要硬起来。依《传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限期改善。若屋主借期未改善，将依同法第70条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至15000元以下罚款。曾请里长针对环保局所提供的老鼠药请里长这边来劝说民众来加强使用。那也在今天下午会出动空拍机，针对它的屋顶及阳台如果发现有环境脏乱的情况将依法告发。不过，对此户人并无回应。当地民众盼望公部门强制介入了后，会当还予社区一个清气的环境。记者政府淡报道。花莲新城嘉里村当地做改善工程，嘛甲138张50年的老树啊拢错掉，这是引起当地民众不满，讲政府伤粗鲁、真恶质，要求乡公所爱出来说明，嘛爱做出补救。公所是表示讲，这树啊拢是乌帮树有毒。按过这个讲法，连环保团体拢听袂落去。为着要修理新城乡嘉里村苏美基溪边仔的栈道，新城乡公所委派厂商当地甲规排老树直接错掉，树根就等伫河床，现场哪亲像战场，附近民众看到真无介意。只要不影响环境，也不影响行车安全，已经种植这么久了，就别把它拿走了吧。这老树有134张乌帮树、2张樟仔、2张枫香，拢伫50年以上。本来是附近居民上介意休闲会当遮一个道路，是安怎错掉？公所表示是因为乌帮树有毒，因为它本身就有毒性，而且它的那个开花之后那个花粉对人体的那个呼吸道部分也是有影响的。不过，公所回应互环保团体看袂落去，讲全台湾的路树大部分拢有毒，感觉拢要全部错掉，而且嘛无人会甲有毒的植物伫身躯。批评公所的态度真啊无共，根本唔知民众不满的是手段伤粗鲁。前一天他们砍树的时候，建设科说是因为厂商没有按照合约去做移除，要处罚厂商叫他赔钱。这个2个说法你兜起来看，明显就是什么？拿来开脱的。公所讲乌帮树因为千斤会造成爆花损坏，新铺设的阿西栈道未佫保证，若是枫香甲樟仔会散去别位，现场错掉的这乌帮树会赶紧派人清除清气。记者综合报道。那咱的国家训练中心嘛咧做改善工程，训练设施的工程已经做到第3期，下前的场所最近已经完成改善，训练场所变甲佫较宽，嘛符合奥运、亚运的训练需求。因为无风，姜甲钱调起来拢较准。杭州亚运射击队国手总算会当伫咧国训中心射击场新设的调姜式调姜。有时候也会有因为风的因素而没办法调整好。那现在有室内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器材更稳定，也更精准的
然后在比赛上面也可以更安心的去发挥。将调好势是写出去背起来较在。另外，伫训练场内边，草埔仔区本来只敢拿50公尺跨，怎么也增加到78公尺。反局中甲复合中的训练拢会使。我们的比赛距离也跟反曲不一样，是50公尺跟70公尺的差异，赛制也不一样。那场地变宽的时候，其实在安全上有没有就比较能够区隔开来。开1亿外改善射击场，希望准备所来世大运、亚运甲奥运。怎么杭州亚运的男女团体国手拢已经选出，自4月开始拢有国际赛用比赛代替训练。当然还是以金牌为目标了，那就是我希望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专心的去感受比赛的一个状态，然后去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这8位选手在去年他们已经磨合了1年，那也参加了4战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比赛。那在积分上面，目前是男女团都是排在第3名，所以这个世界排名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讲是有绝对优势。那对于能否取得奥运参赛权这一块来讲，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台湾射箭伫2018年亚运反局中男子团体金牌，女子团体是银牌，复合中混合金牌，女子团体铜牌，成绩袂歹。这届目标，总教练刘炳宏本来讲了较保守，强调一步一脚印，希望比赛卖失误。不过尾也是笑笑的讲，以台湾的实力，要摕金牌机会真大。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咱伫2050要达到净零排放。中经院伫去年有公布咱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的建议书，是建议咱国内爱推动氢能发电，安尼会当减少二氧化碳，嘛会当稳定电力的来源。要减少燃气电厂的碳排放，台电今年2月伫高雄兴达电厂举行动土仪式，要推动混合氢5%发电示范计划，目标伫2025年达到燃气混合氢5%来发电。会在立法院公听会，中经院中心气碳烧氢，甲甲烷裂解变成氢甲固态碳，其中氢会当直接用于发电，成为低碳基载。投入的成本相对低，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制氢跟我们的发电呢是结合在一起。另外呢，它也不需要改变天然气发电厂原有的配置。中经院去年发布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建议减碳要优先为主要排碳的部门来做，其中能源部门排放超过90%，佮以发电排放为大宗，所以认为国内当发电气碳烧氢发电技术，嘛认为会当看作是绿电。台电表示，咧评估燃气机组，慢慢来提悬氢导航的比例。那投入氢气，它就会让我们的碳排量下降。那混合的比例逐渐提高，就会让我们副循环机组的那个碳排量逐渐下降。财运省认为，燃气机组应该来证明变成复循环机组，会当投入无碳的燃料，比例愈悬，就会当减碳愈济。不过，中经院指出，虽然气碳烧氢会当来帮助减碳，但依靠进口要降低碳足迹，就必须要降低天然气开采各有温上的时阵甲烷造出来。记者林长梅、桂俊林台北报道。台东县这几档甲伫大武乡，也个大金乡有结合艺术家，在做一寡户外大型的艺术创作，请侪游客来遮观光，来遮翕相。今年初，县府阁投入1000多万来协助部落要发展观光。即马嘛伫南田川的海边啊，也拢一个多出入口，有邀请艺术家来创作，按算伫6月底休热进前就会完工。这个用钢铁材料做的排湾造文手，最近点点出现伫叫国境之南的台东县达仁乡南田川、加滨东县各界海边啊。这个装置艺术是加拿大艺术家去部落采集文献团水，用钢铁做的4公尺的大手，镜头啊亲像莲花手同款，牵一条索啊，远远看海面本数。希望大家来欣赏的时阵，我会当关心台湾当年产生2500多吨海面本数的问题。把一个文手跟那个在地的一项海洋那个垃圾的部分做一个结合，就是呼应到说生态永续保育的那个概念。县政府表示，这项排湾造文手装置艺术目前也搁咧施工，嘛还未正式号名，预定6月底完工。未来会加强防止生鲜加保护的措施，目前也未开放，请游客唔通挖金，也是乌白卡。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伫南投水里的抓药有举办课程，学员家己贴叉药，家己刺绣，尾也是真成功。人人拢是艺术家，学员嘛感觉真有成就感。看到家己的猎图开罐节节出药，当咱看到家己的亲生囝出世同款，艺术班的班员拢真欢喜甲期待。但老关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当中，传统抓药修作技术的保存者，嘛是课程的指导老师林国良。所以检查了后，对这班员的表现也是真满意。这一次的一个烧烤的过程的当中呢，我发现这个比原来的预期的都还有效果哈，那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每个因为学员他来的泥土都是不同泥土它产生的这个效果都有它的各自的特性哈。那也让这个传统的柴烧呢，不用上任何颜色，可以烧出差异化来哈。我故意做成青瓷，我上的是青瓷釉。所以它烧出来的感觉就是柴烧的青瓷，对的表现，应该算很满意啦。唔那作品是家己做的，连这药嘛是家己贴好绣好的。这班文化局所开办的传统抓药修作技术保存研习，经过要2年的上课，已经来到收尾的阶段。看到众人齐心修复完成的烧药刺绣成功，班员大概是拢感觉真有成就感。这次的作品有很多的惊喜，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当然，它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它的独特性。都是出来那个工业产品就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柴烧就是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人喜欢做这个柴烧的，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好处。现代因为电窑、加速桥免错茶插电就好烧，传统抓药修做即卖已经渐渐咧失传。不过过去的南投猎土咧出名，就是靠这茶烧温度甲特殊的手痕手路。但南投的水里抓药并开课，就是望大家学到烧药的技术，嘛互传统的智慧继续传承，袂失落。记者转报道。礼拜六、礼拜休困日，清彩有艺文表演，街头艺人冇表演，拢是闹热滚滚。有的是等特技的马戏团，甲传统的马戏团无同。即马现代马戏团是搁较注重舞台、服装、音乐甲剧情，而且佫会运用科技甲多媒体，嘛已经当做是一项综合艺术。演员唔但爱等特技，嘛爱会晓跳舞、演戏甲讲故事。明仔暗台语台青春咱来帮节目，就要带乡亲，咱同齐来看少年的街头艺人安怎练功夫。亚速风腿、拍风雷、扫大拳、好舞，这种伫咧平常时罕得看到的表演，常常出现伫咧老城的市场和街仔头。一场街头艺人出身的艺术工作者斗阵合作。运用本身的技艺功夫，做现代演出的马戏剧场，带观众和在地居民用不同的角度侵入在地生活风景。他们这种马戏、这种舞台剧、这种很与人贴近、很直觉式的这种表现方式，会帮在地提炼出一些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内容。很多人都会说，街头艺人就是什么公共空间最美的风景，但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让观众看见这整个街头。那身为一个街头艺人，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更街头了，对，我觉得很棒。团长黄子业因为马戏往来世界各国，接触到侪种表演艺术的形式了后，伊từ 2019年发起在现地6年编创计划。招一寡幼稚做伙电影调查，激头脑，行到台湾各地，透过身躯的感受，思考表演甲这道土地关系。往往每到一个地方，这群青年的艺术家可以受到一轮新的刺激，然后重新的好好的跟地上的土地、泥巴、大自然的空气去玩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自己蜕变出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去了解我们跟周遭之间的关系。人拢对家己的土地是关心的，是介意的。安尼，咱要讲要爱家己的土地，要讲家己的故乡要安怎发展嘛好，还是讲要互这个所在变较好一寡。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足大的力量。做艺术表演并不是介好专家。一群少年人，因拢唔是读表演艺术本科出身，不过将家己的兴趣发展做事业、职业，
希望有愈来愈多人会当重新看待家己的故乡，互台湾这块土地愈来愈好。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的文德国小有举办母语活动，邀请通拖专家用台语来替囡仔了解通拖的生态甲性地，透过互囡仔摸、互囡仔看去接触，囡仔真简单，就甲这通拖的台语名拢记起来啊。有敢若加岛的这都一定是共的，因都叫做真阿姑，因为头前这两支都敢若加岛共款。刷落来都是这两只，这是。鹿角菇，伊共款就是干那讲的有共尔，讲的角你会当注意看，都是亲像鹿角共款。原来花语超形虫的台语号做真阿菇，也那独角仙的台语是鹿角菇，因的幼虫拢号做鸡母虫。新北市邦桥文德国小的母语系列活动，邀请昆虫专家林雅莹来上台语的生物课。伊讲备课过程当中，上困难的是爱为较少看到的通拖号名做了解。较少看到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无去的物件，伊即马要家讲伊的台语名都较困难，甚至是讲有的是外国来的，迄个虫你都爱家己号一个台语名，迄嘛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气膜糖并不会牙中的有啥物？中间有一个什么？蛹叫做蛹。就是用，所以只要它有一个用的过程，它就是完全变态，完全变态。除了了解通拖的台语名以外，林雅莹阁将这个通拖生态甲脾气讲互囡仔知影。伊表示，对标本开始互囡仔学习接触通拖，才通互因较紧进入状况。3AN，用，高兴。敢若足趣味呗，好势，足趣味的。原本对通拖感觉生分，课程上到最后，小朋友已经有兴趣要望看卖，嘛愿意用台语向别人分享。记者麦上因曾俊佑台北报道。那即阵地球暖化、气候反常、海平面压悬，斐济伫2014年就出现全世界头一批气候难民，英国部长爱搬厝是全世界头一个迁村的案例。目前还有600外沿海的社区有引起的危机，其中有42大上危险。南太平洋的斐济是由300外岛屿组成，日头光、海沙堡风景真水，真侪人来度假村放松。因过因为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真紧，真侪所在可能拢会互海水淹去。The whole place is underwater. You sometimes you sit out here and you look out into the ocean. You can see, you can know that the water, the sea level has risen. 斐济90万人口，有7成住伫咧沿海地区，当局估计有600外社区受到海水倒灌、土壤咸化影响，其中42个村情形真严重，就要伫咧10年来搬走。因过离开世代相传的渔业生活，对村民来讲是甲人生的根规个挽起来。They depend on the sea for their source of income and living. Once we take them away from their villages, it's like we are disconnecting them from the traditional duties they have to perform to their chiefs. 有一寡较细村，抑搁伫咧甲海水拼，搭临时的悬卡厝，希望政府加强保护土地。不过，就算无爱搬，大海也已经毋是原本的模样，因为海水暖化，抑搁有外国渔船掠过头，怎么拢掠无啥鱼，也确实发生强烈热带气旋，和出海风险变悬。Before it's plenty fish. Before the size of the fish is big. Now, just like this. 在过去120年来，全世界海平面已经升悬20公分，水太平洋上升的速度又阁是全世界平均的2-3倍。先进国家过度排碳，造成气候暖化是上大凶手。不过，需要碳排污染上少的太平洋岛国加南亚国家来承担。哈杜外外长科菲就宣示讲要建立原宇宙数位办国家，或者全国每一个岛屿加地标，就算以后国家规个拢互海水淹去，不过历史文化爱永远存在。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下半晡天气的变化。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5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